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9月初3，诗篇63篇60到70安尼讲：我倒伫眠床纪念你，眠时逐更嘛笑念你，因为你有帮助我。我要伫你的膝骨下欢喜唱歌。三甲来祈祷，愿眠时逐更嘛笑念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创造世上万物，将你世间一切的宇宙全能主宰。主啊！你赏赐活命气息，祝福丰盛生命的真活上帝。主啊！你满有怜悯甲慈爱，你充满信实甲公义。主啊！你疼痛你的百姓，你看顾你的子民，你是阮互囡仔敬畏你、服侍你的儿女。主啊！愿要时刻来到你的面前，学讨你无煞。主啊！虽然外在狂风暴浪，虽然环境危险艰苦，总是阮的心悠然自在。主啊！愿倒伫眠床纪念你，眠时逐更嘛笑念你，因为你有帮助阮。我要伫你的膝骨下欢喜快乐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